我现在是土豪喽，还没有哦，还有啊！挑战真人版百苗图之。九妹穿了上百套不同支系的苗族服饰，这套苗服真的是惊艳了我很久很久。原来现代还有人把一个巨大的蝴蝶结盘在头上。苗族服饰被誉为人类服饰的基因宝库，很多历史上出现过的服饰、形制、发型等等，你都能在苗族服饰上找到现实版的活标本，其中就包含很多影视剧里出现过的这种非常天马行空的头饰造型。这支苗族主要居住在贵州黔东南月亮山一带，以从江加冕乡居多，所以也俗称加冕苗族。千百年来，因为战争迁徙，他们在大山深处隐世而居，所以服饰制式保留得非常古老。他们盛装的裙子有长短内外两层，每层都是2片式前后衔接，屁股后面垂有刺绣飘带，和锦鸡短裙苗族的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们的服饰擅长运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，衣料用野生草根、染布叶子和鸡蛋清、猪血等原料，经过上百道工序，千锤百炼而成，所以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金属光泽。银饰则是他们的重头戏，这个支系的苗族依托古时发达的水运交通，非常富庶，讲究穿戴纯银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穿假银会被族人笑。仅仅脖子上的银项圈就有10斤多重，全套置办下来也有小10几万了。哇，还有这个，还有，哎呦，你手小了。今天在黔东南百家绣娘李思妹老师的精心穿戴下，这身跨越千年的造型终于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完整上身效果吧。